看这个新竹市寡妇楼的盗警案，议员来质疑，就是因为市长高虹安甲建商的关系密切，所以这项盗警案才会当用光速的速度半年就通过。新竹市政府是开记者会来澄清，讲审核的时间是1年2个月，不是外界所讲的半年。高虹安无参加记者会，是透过面册来背回讲。那呢，新北市邦桥有一个盗警案，敢若用20天就通过，是不是搁较含？欢迎我们市长莅临现场。新竹市长高虹安伫咧9日即天来到国小宣导风灾，看到学生囡仔就笑眯眯小帐篷，不过看到媒体就规边落落来。那我还是希望说，这一些可能不是住在新竹市的一些名嘴，可能对于一些委员的聘任上并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都确实在地方上都对于我们的都市计划有长足的建议跟贡献。前一天，新竹市府局处首长召开记者会，说明国父楼含生育合建盗警案。不过市长本人却无亲身出席，和处长拢目头角角，因为外界拢伫咧质疑国父楼盗警案通过速度这么紧，无合理。由于区县治伫咧面册抛出会议记录，讲国父楼盗警案为林志坚担任市长时就心动起来，结果高虹安上任3月初审，5月3审，8月结论是建议通过，伫咧半年内就过手，比一般宽评案更较紧。因为这期高虹安和建商的关系真歹，不过昨市府召开记者会，秘书长安尼讲：什么光速列车，实在有够可笑。我们这个案子花了1年2个月给他审定。我不晓得光速在哪里。台北市政府为了这种没有争议的协议合建案，他们推150专案。什么叫150专案？150天就要给他核准啊！秘书长语气正气，高虹安嘛伫咧面册铺文讲，审核的速度绝对无外界所讲的真紧。有关盗警审议案，首案邦桥南雅西路盗警，甚至敢若用20天时间就完成。为国父楼牵连到台北和新北的盗警案，高虹安的讲法，敢有人会信到？市民家己判断。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